今日想介紹嘅係由相思灣入口去到西貢釣魚翁山峰嘅行山路線。佢係香港東北部最高嘅山峰之一。佢擁有360度景致，群山、海岸線、海灘、離島，而且一啲都唔難去。今日介紹嘅捷徑來回只要2小時。由彩虹或鑽石山地鐵站坐91號巴士到相思灣站落車，過對面馬路就會見到巴士站旁邊嘅入口。沿住樓梯一路向上，係好舒服嘅林蔭路。好喜歡走喺山上面碎石枯葉路嘅感覺。上山嘅主路只有一條，但係有啲微細嘅分支，只要一路沿住最明顯嘅主路走，就唔會走失啦。見到呢個比較開闊嘅環境，就知道已經接近。見到呢個路牌向前走，就係釣魚翁嘅登頂入口。之前好幾次由五塊田行到去西貢大廟，都怕釣魚翁山峰好難去，所以都冇試過登頂。今次由相思灣出發登頂，發現都唔係咁難走。最重要係一來一回都唔超過2個鐘，特別適合我呢啲週末唔想早起身嘅行山客。喺山頂上，我同飛鷹同高啦。接下嚟就係我嘅時間，喺山頂上面慢慢咁欣賞360度美景。不過必須提醒，山頂非常陡峭，而且狹窄，要非常小心。上山嘅路亦都係碎石為主，所以要做出準備。落山最快嘅方法係原路返回，由相思灣再搭91號返屋企。如果你覺得未夠喉，可以再行多個半鐘去到西貢大廟，點有架12號嘅小巴可以出返將軍澳。